如果没有恒定的目标，一个人就会像飘在海上的船，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。人静心不浮，静心才能豁达。以仰头看天的心境，辟一块安静的田地，沉下心来坚持耕耘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激发生命潜能，用缤纷鲜艳的生命之花，芬芳自己的岁月。